今年因为连续几粒风台超大雨量，落水溪溪床甲沉底土沙变多，加上近期的水位下降，风培影也是愈来愈严重。河川分署打是规划佮加整防大水的设备，整理河道，希望来降低影响。稻草用线拔条固定，各铺设咧落水溪樱花沙地，包括云林西里离轮背未了顶地，大约500公顷的路沙地，都已经铺设稻草的防涌亭。因为今年受到这个风台所带来大量雨水的影响，落水溪的路面积增加大约200公顷。东北季风来临前嘛，那时候算水位较低的状况嘛，之前的一个楼路面积大概有将近1000公顷了那我们今年看下来，我们的面积应该会超过在200公顷，可能会达到1200公顷以上，会更多。气象署表示，近期水位持续下降，落水溪樱花路面积会阁持续增加。为了防治东北季风所带来用电问题，目前已经完成水覆盖310公顷，绿覆盖292公顷，防洪的地窄4.5公里。截至我们今年到像12月4号为止，我们对于 PM10这个年平均的这个浓度像麦寮站，我们统计下来的数字是36.4微克每立方仑背站是41.7。这个目前也符合我们112年的一个目标值。伊个草发起来，草发起来就比较较少。进前有听新闻报讲，因有也草起的，我是唔知啊。气象署就讲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用电的事件连续共4天，比去年已经增加2天。其中包括风台外围环流和境外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。现在透过这个管道进行防治用电，希望来降低对民众的生活影响。记者杨为报道。